好，来继续来看高雄市配合着中央促进公共运输使用的政策，嘛来推出着交通月票，一个月只要399块，后个月开始来实施。也就是讲，摕这张399块的月票，伫个高雄市区会当坐捷运、电车、公车、渡轮甲优迈的这个铁马，而且嘛会当坐公路客运。这对偏乡的乡亲，也者是长辈来讲，是一大福音哦。若是以高铁的左营站到旗山来举例，本地这个月票要3000多块，即卖只要399块，会当省袂少钱。公车驶要去公车站，乘客拢来上车。高铁左营车站路口人真多，有的要去市区，有的要转去郊区。啊，高雄伫咧4月要来推出399的月票，时到交通费会省真多。民众摕卡片感应上车落车，美浓旗山地区就算大众交通运输载人较少，不过嘛是有坐车的需求。市府为了照顾当地民众和士大人，公路客运嘛来推出399的月票。你每天来搭，如果连放假都会搭的话，那一整个月399当然是很划算的。399就可以了。你一天这样来回的话，来回的就要100多块了嘛，100-200块了嘛。不错，高雄什么车都可以做啊，那样。以奇美国德快捷为例，本正为旗山到左营高铁站，每个月需要3000多通勤费用，即马干那399。另外，高雄市区通勤的月票卖为1250块，降到399。啊，你民众得当省真多。旗美3城9区的民众可以享受更优惠的公共运输服务。7月份的话，台铁的市区的台铁充填车站也会纳进来。交通局讲，高雄399月票，除了会来去捷运、轻电车、公车、渡轮和公共自行车优拜客，因为高雄市面积较宽，南北上长距离达到130公里，所以配合行政院促进公共运输使用方案，迈将公路客运来去月票方案，好交快民众去市区通勤买物。或者是去看医生，会更加轻松便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